各位兄弟平安，咱个5分就开始咧做会前的祈祷，请伫这时间慢慢来静安静，来甲咱来坐好安尼。咱有手机仔的，麻烦咱过来一遍，过来抄看卖，过顺看卖，来互金无静音，也是个关机安尼，伫整个的礼拜中，袂影响咱的礼拜。正开始，咱当安静，来做会前的祈祷。咱为咱教会今日礼拜一开始到后壁，有主的保守，有主的看顾，互咱心灵会当抛开，迎接主耶稣的话入咱的心中。
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照光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阿罗你，愿列邦诺阿罗你。即个请敬拜团来带咱来敬拜。愿感谢主的恩典，伫万咱的心，搁一摆咱伫咧主的圣殿来敬拜。今仔是圣神降临节，咱会当搁一摆咱用诗歌、用嘴唇的歌词来献互上帝吼。咱即时若方便，咱会当三甲起立，咱来用2首诗歌讹了上帝来献互上帝。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们用华语来唱。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主，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从头再唱一次。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主，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主，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更深的来唱。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感谢主，伫圣神降临节，咱搁一摆用
耶稣基督甲咱教示的百福，来提醒咱传播上帝国的福音。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因为国是伊的。心内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受安慰。温柔谦卑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承接土地。要嘴答应无义理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治着病。好人好病的人有福气，伊要称做上帝囝。怜悯别人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治怜悯。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看见上帝。为着伊目睭困着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咱对头搁笑一届。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心内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受安慰。温柔谦卑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承接土地。要嘴答应无义理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治着病。好人好病的人有福气，伊要称做上帝囝。怜悯别人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治怜悯。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看见上帝。为着伊目睭困着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清气心肝，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看见上帝。为着伊目睭困着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请我们持续站立。继续咱用圣道圣经来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宾州比拉多里面来受苦，见死日的死埋葬罗永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
又咧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现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同的相通，做下面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的客言，由我来客，咱来应。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着感谢伊着感谢伊欢伊按美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这是咱当时的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阮真感谢你，因为你会听，你早时用你的囝儿来定伫十字架，来处理保护，来洗清阮每一个人罪。互信你的人会当得到顶头生，成做主你的囝儿，升级永生的活命。你还要教示阮，互阮会当三听，奉献你手是阮的恩师，谦卑阮家己，互相来服侍，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求助阮的身躯软者，我着照主你的旨意来行，来讲。求主，你搁一遍来下面，求主你的灵，互阮每一个人通过伫阮的聚会、祈祷，也是读经中，会当连成搁一遍来更新，互阮所讲所行的，会当立业别人，荣耀主你的名。我若为着阮明在，阮的新的总统将你就任，求主你赐予伊充足的智慧，会当有能力。来领着这个国家的未来，有和平、有公义、甲听。我着为着阮的社区、阮的家庭来恳求，互阮伫迄个所在会当得到和平、甲愿望、甲听。我着为阮身躯软者，也是欠血的，也是身体无爽快的，求主你的灵啊，甲因伫底，互因伫正需要的时阵。会当搁体谅主你的同在，互因会当真正伫遐感觉主你永远看顾因，永远甲因同在。我若为着玉山先来因时间来恳求祈祷，互继续看顾因，培养遐新学生，为着主你的时间来多活，互因伫即个地当后有见着母的损失。求主你啊，紧看顾因，互因早日会当得到恢复。求主的灵，你也运转伫阮这个所在，互可以来奉你的名来助救的人，拢共款平平得到这圣灵的同在。你的话，正做阮下前的灯，甲路上的光。这是阮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就请圣歌队来学咯。
即是咱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12节。咱以第3节开始，咱做伙来念。咱第3节开始做伙念吼。来，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耶稣看见遮个规阵的人，就爬上山，已经坐。伊的学生就近伊，伊开喙，甲是因讲，咱做伙来念。心内丧许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先接土地；枵喙焦、耳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得着饱；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得着怜悯；谦谦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看见上帝。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先做上帝的囝；为着伊捌受困苦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为着我，人遮美丽有福气，你就有福气，着欢喜快乐，因为你伫天里的保守是大，因为你以前的先知人，也安尼对待你。即时，咱请台湾，因为今日是台湾玉山新学院的纪念主任，学校有派总会的生命的主任，生命教育生命主任李牧师来甲咱讲道，甲请安。请咱同心，搁一摆来祈祷。天顶的主上帝，你是阮的天父。你也是阮的君王，你是阮的开始，也是阮未来祝福最终的源头。感谢到你，阮会通生活伫这个土地佛摩萨，阮通伫这个国家保守的内面得到照顾，得到成长。诗篇22篇甲阮讲，上帝是用以色列的儿女设立伊的宝座。愿你感纳阮正教会伫你面前儿女的声音，伫主日亲像芳芳的祭，请到你的面前来保护阮的台湾这个国家。诗篇33篇也甲阮讲，这个国掠耶和华做伊的国的，是有福气的。愿阮这个国家会通早日归伫你的名，愿会通永久得到你的看顾。平安喜乐的祝福，愿咱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玉神奉献纪念主日，我受派顶礼拜伫大直教会，今仔日来到中兴教会，各位兄弟姊妹请安。感谢各位。贵教会兄姐为着玉山神学院久长的大道支持奉献。玉山神学院迈入78年，伫这78年造就真侪传教者、专业的人士，伫各所在无论是都市还是山地热心地服侍。咱长老教会。原住民的教会有530间，登记是540间，530间。咱平地也是讲都市有1980间，所以玉山神学院造就原住民这个传道者伫教会也是伫机构，因拢做真好的服侍，来服侍咱的人群。因为我适应这个环境，所以好。咱长老教会伫1865年派第一位宣教师马可医生伫南部
这是第一位对苏格兰的所在来到佛摩萨的第一位宣教师。1867年来第二位就是 Hugh Rich 李休牧师。1871年来3位宣教师。2位丁马泰医生。后来伊负责府城旧楼后来新楼医馆。12月10日，甘威廉牧师Campbell William Campbell。第3位是12月30， 1871年12月30，这个马凯牧师。该水利牧师，当该牧师听到李休牧师讲北部无宣教师，伊就自愿伫过当当72年3月来到淡水，当时叫做河尾。所以这个宣教师拍落真好。台湾宣教的基础。伫1882年，经过10冬后，马凯牧师伊设立 Oxford College， 理学堂学院。咱咧讲的就是 Oxford， 就是伊的故乡的牛津。学堂，来纪念伊的故乡。后来 Oxford College 刷到相连，改名叫做台北新学校，就是台新的前身。迄个时阵，佮跳来到后来的1931年。院长就是孙雅各牧师，迪森牧师孙理莲牧师，孙理莲牧师娘，是比伊更较出名，因为伊成立挂彩基金会。无拍算1940年1940年发生中日战争所以他们要被迫离开台湾。45年，佮发生世界大战结束后，因就少年台湾转来访问台湾但是还搁在选择的当中因的心还搁在疼台湾所以伫1946年因夫妇就决定转来到台湾转来了后，伊就担任台北新学校的教授甲院长所以迄个时阵，伊的太太孙理莲牧师应该讲孙理莲啦孙雅各牧师娘孙理莲甲丈夫讲我无爱做太太的宣教师，我要做宣教师太太。就是讲，我嘛想要做宣教师。因先生也讲，你毋是宣教师啦，你是太太啦。无你若要做宣教的代志伫阮规定的范围项目的外面你会通去做。所以伊就决定去关心遮个弱势的妇女甲儿童所以就知影花莲的所在有真侪遮个山地同胞的妇女需要关心儿童需要关心，所以伊就伫美国，因为伊是美国人但是伊是加拿大长老教会册会因为美国无爱甲派出去，所以伊跳去加入加拿大的册会。所以加拿大册会派伊来台湾，但是伊本身是美国人因太太
就伫美国成立挂彩基金会，成立了后，得到物资送来台湾，搁伫台湾成立中华民国等等基督教挂彩基金会，所以因的事工就安尼拍开，因这对翁仔某这对宣教师夫妇利用周末开伊的吉普车，美国的吉普车，然后定定去到花莲，所以伫遐传福音，真侪人信主，照文献的记载有1000人以上，伫孙雅各牧师的手下洗礼，所以当时的花莲港教会几长长的礼拜拢是原住民伫遐华语礼拜，第一场就台语礼拜，日文翻译做啥物？太鲁阁，太鲁阁的话语。所以第一个专做归主的，就是太鲁阁族，所以原住民安尼讲，因的长兄就是太鲁阁，全部的人来信主。咱捌听过井上一之助无？Inoue，伊的老爸伫太鲁阁族迄间教会，即马叫做我的名的教会，叫做嘉明教会。迄个所在头互人出草，就是迄个所在。所以我记得足清楚。然后伊当时井上一之助新学生，听着这个大兄寄明信片互伊，非常愤慨，册嘛读袂落啊，就是要报复。但是伊毕业了后，伊做传道师，上帝感动伊，去台你老爸的原住民的太鲁阁去宣教。伊讲我要安怎宣教？无毋对，我已经放下我的受训啊，完全是袂影响伊的心情啊。但是上帝佫甲启示讲，去学学医学，所以要用几啊档的时间去学医学，摕到证书毕业，然后做公务人员。日本政府甲伊派来台湾，伊讲伊第一志愿要去佗呢？要去太鲁阁。但是伊爱听台湾这边的日本车派去到尖石乡，就是这个泰雅二族。伊无机会去到太鲁阁，但是上帝却用几个原住民妇女，其中的吉旺女士、吉旺传道师，将福音甲伊的文道传遍伊的规个族。所以上帝真奇妙，上帝无使用井上一之主去到太鲁阁，竟然用吉旺甲伊的文道，足侪妇女受困毒的、受关、受逼迫的。因的困毒的方式是到什么程度？因已经有文面啦，伊搁第二次甲文面，安尼甲侮辱。所以伫侮辱、困毒的中间，竟然太鲁阁规庄的人信主，然后佫将福音传到阿美族，佫将福音传予皮鲁马样卑南族，佫将福音传予布农族，传予东排排湾族，这拢伫东部的所在。所以就是我用一个开场白互大家了解。这个原住民的21世纪的宣教是宣教的新约，完全是上帝在做工。倒边这位就是孙雅各牧师。伫孙雅各牧师传福音真有一个成就了后，伊就望伫遐设立一个圣经学院。为着山地同胞，这个时阵就出现这位叫做温龙春，温龙春，伊拄对中国的广东，伊伫遐10冬，广东10冬转来，在敲找要去对，这个美国的孙雅各牧师拜托温龙春牧师，通开设一间山地同胞的圣经学院，
所有的费用加拿大长老教会支持，因为是属伫加拿大的册会，所以上帝真疼咱台湾。牧师娘伫美国摕资源，孙牧师伫加拿大摕资源，投资伫北部，所以上帝的恩赐甲祝福算袂了伫咱的长老教会拍落好的基础。咱来看玉神的演讲，捌经过这的时间，到1977年就是改名叫做玉山神学院。这个是国科系，咱的周报拢有刊登，所以我就无来介绍。咱来看玉山神学院因的环境。因为教会实习，转来爱写报告，这应该现场是伫教会啦，神学生伫教会伫实习。以上咱进入今仔日的主题，进入今仔主题，严长老跟我讲说有10位青年人，其中一位是外国人，听不懂台语，有人听不懂台语的无？我来听不懂，我就用华语，我现在就转成华语。好，我南咧讲好耶稣一生以传福音为他终身的目标。耶稣受试探在犹大旷野，他3次用神的话抵挡魔鬼，魔鬼输掉的都离开了。耶稣本来要在南部开始宣教，但是他听到施洗约翰被抓起来关，后来杀头，他就觉得不对劲了，他就往北边的加利利开始宣教。加利利是各种人都有，从巴比伦、亚述帝国、被掳，很多人知道加利利有加利利河、海、湖，很好生活，所以很多人移民来加利利。叙利亚人也很多移民到加利利，耶路撒冷很多犹太人也移民到加利利，所以各种人设都有。他们的地方语言就是亚兰文，犹太人会什么希伯来文，当时是罗马统治希腊罗马，所以他们也会懂得希腊文。所以圣经在讲加利利，是一个重点。耶稣来到加利利，他也是加利利人，他选的门徒都是加利利人。使徒行传1章11节，天使跟11个门徒说：“加利利人啊，恁搁咧看天的云，甲耶稣接起哩，伊安那起哩，伊要搁安那落来。”这些都是犹太人，也都是加利利人。耶稣传福音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马太福音记载天国37次，有4次讲上帝国，所以天国等于上帝国。看圣经如果看到天，这一个字非常重要。
法利赛人问耶稣，要求耶稣从天上显神迹给我们看。从天上，为什么他不直接讲上帝？这就是天国的背景。有一次有祭司长挑战耶稣说：“你的权柄从哪边来？”耶稣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能够回答，我再回答你们问题。”耶稣问他们：“施洗约翰的施洗是从天上下来的，还是从人间？”连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直接讲上帝，他讲天上。连耶稣都讲天顶哦，因为耶稣是宣告书，融合穿犹太人的衣服，伊嘛讲犹太话，从天上或人间竟然遐个人都唔敢回答，因为回答迄个嘛唔对，回答迄个嘛唔对事实上，施洗约翰是从上帝来的啦。不是从天上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了。耶稣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了，耶稣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个天后来就成为天国，因为受辱时期，百姓得到教训，国家灭亡，不止分裂之前，现在整个都结束了。归零，做可怜的民众，他们不敢再用上帝来打赌，他们不敢用上帝来发誓，他们不敢开口就 My God， 闭口就 My God， 尬乖他们很多次的独立，马加比到了新约的时代70年，圣殿被毁，那个都是他们征求独立虽然独立了80年100年，最后还是被收回去了。所以他们对上帝已经知道说不能开玩笑用天国来代替。这个就是天国的背景差不多这样子。天国的背景，耶稣传道就是到各会堂教训人，到外面传福音布道，然后拣选门徒，训练门徒，让所有的人更欢迎他的是因为他有医治病人，有赶鬼。所以从四面八方，包括叙利亚那边的人，都很多人来跟随耶稣，因为耶稣医治各种的疾病，包括赶鬼，没有不能医治的病了。所以耶稣当时就是很多人在跟随他。进入八福。我去年写了一本书，就是从登山宝训看八福。这是总会使徒出版社出版的。所以我很了解这个背景跟里面。我用简单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受祝福，因为领诗也唱八福，刚才大家也合练八福现在我再让大家看八福。第一福跟第八福都是天国是他们的，所以第一个讲到这个登山宝训、山上宝训的人就是奥古斯丁第5世纪也可以说500多年的时候，第4世纪，他说就像挂号，第一福跟第8福给他挂号，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只要记天国是他们的就好了，不用记里面的土地了，因为天国大过土地了。我相信天国大过台湾，大过美国了，大过地球了。然后奥古斯丁讲说，八福就像音阶，中音的哆到高音的哆，哆哆8个串在一起，而且循环。这个音阶必须要哆来咪发嗦啦，所以它会第一个符推到第二个符，然后慢慢推，慢慢推，推到第8个才可能为主受逼迫。没有经过7个
锻炼，不可能为主的名受逼迫。好，所以它是渐进式，但是又把它包起来，就像那个环手环，第一个跟第8个把它扣住，扣住，天国就是你们的。所以温柔的人有福了，天国就是你们的。好，没有那么复杂去记8个因为，好所以这是8福的一个大约的了解。8福就是信仰的基础，基督徒信用的基础。8福就是品格的典范。各种宗教的人如果有这7个6个，已经是典范了。会去怜悯人，慈济去怜悯中国大陆的，一样把物资送到那边，他不会因为他们怎样。生命教育是讲说8福是素养，生命的素养，就是创造主给人里面，其实他的良善就是有这一些了。他们是温柔的，亚当夏娃是温柔的。竟然他们被魔鬼蛇侵入到他们家庭后，他们的儿子2个相杀，有没有？因为那个魔鬼在工作了，进入人的世界。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跟接受。亚当的后代竟然哥哥杀死弟弟。所以这是生命的什么素养？生命的素养。上帝是传播者，他要把福音传给我们世人。耶稣是媒体媒介，我们世人就是接收者。所以这个时代是新媒体网络的时代。没有靠网络是几乎不可能生活。但是我们必须靠 media 媒介。耶稣就是媒介，就是中保者。他替我们求情，他站在中间，不仅成为求情，人讲属主并公亲必属主，又被判刑为我们舍命。所以耶稣有各种角色但是他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成为我们的救主来拯救罪人，脱离罪恶所以世界上的和平不可能除非脱离罪恶就可能了进入原创的那个恢复良善以恶之恶，以恶法之恶人，那个恶人如果不屈服还是恶，但是有一些人透过良善，他透过一句话就好，那个恶人就变为好人。这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很可能那个恶人就是我，就是你所以福音非常重要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要拯救世上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也是中介者教会就是中介者，就是媒体刚才有讲过，上帝在上面他是传播者，我们在下面我们是接收者中间那个人就是媒体谁来传福音耶稣传福音耶稣拣选许多的门徒只有12个当使徒这一些都是媒体都是媒介今天教会就是媒介我们的任务非常重要我个人认为，如果台湾没有各乡镇的教会，台湾不会那么幸福因为一个地区有设立教会，那个地区就会不一样那个音乐生出来就感化整个社区，吸引天使在这个教会的周围所以教会纷扰，天使不会来
教会赞美，天使就来。我们一祷告，天使就为我们做工。有一个麦约翰，20年前一个很有名美国的，没有读神学院，他是卡车司机，后来当老板。上帝拣选他。他的事工都是天使。我曾经看过，他这么讲：他祷告的时候，或者经过的时候，都会呼唤天使来他的身边。那一些没有在工作的，来身边来帮助他的事工。所以事实上，天使围绕在我们的国家，不然早就飞弹就过来了啦。没有到那边，没有什么。我的个人认为但是国家的政策也是很重要。好，所以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能力、能量、动能。那个动能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加在一起，动能，是 moment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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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能是上帝在启动，天使在启动。我们的国家的领袖，我相信副总统萧美琴他应该了解这些。他一定会成为这个团队很好的带导者。天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觉得这个可能吗？到现在都不可能了。万民是所有有血气的都做耶稣的门徒。到现在我请问你，伊斯兰教的人口一直增加，对不对？我在路上常常看到伊斯兰教的。我在那个高铁有一次要去洗手间，厕所的旁边伊斯兰教祷告室。我内面挡不了，我想说问一个服务人员，刚好我一想那个人就走过来了，一个男士，一看就是高铁的服务人员。我说：“我请问你一下，这个里面多大？两个会议桌那么大。”我跟他讲说：“我可以进去吗？”他说：“不行，要申请，因为关着。”其实我早就知道关着了。为伊斯兰教预备的，没有为我们预备。这个人数跟理想好像差很远，还很久。但是用积极面来看，末日的时代可能就是更逼近的。我们这个时代要接近耶稣再来的日子就是在我们这一代。或许我们看得到上帝的福音要收割在我们这一代，因为这一代有核子战争，这一代有地震，这一代有瘟疫，有没有瘟疫？2年半，经济这样子，所以耶稣的任务快达成了。这是耶稣交代的任务，不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不可能统一中国，但是耶稣要万民做他的门徒。耶稣说所有的权都给他了，耶稣答应的应许的，我们照着他做，去祷告去服侍，很快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社区要收割了。所以我们要怎么去传福音？就是这几点。抱歉，我一直在看一下，我不知道，我眼睛有老花，但是看得到前面，忘了前面有平板。好，乐意做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是很光荣的，对不对？就像说我们现在是台湾人，我们是这个国的国民，走出去应该是人家会说很好的国家，对不对？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因为现在我们的 AI 跟半导体等等科技
好，航运的股票一直上市，为什么？因为货一直处理啊，一直处理，一直处理，一直处理。台湾就是靠货出去的，不是靠货进来的。我们是很省的啦。咱台湾人是足省的，所有的人拢是安尼。因为咱是欠钱那都欠起来，欠起来。那来汇处理，汇处理，汇处理。因为台湾的名号响亮了 ，We can help 响亮了，好，大家都会纪念我们，好，所以我们有很好的平台跟基础，好，时常祷告感谢，好，你遇到不如意的事，啊，被打击的事，第一个事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他，祷告。好，让你遇到这个试炼，一定上帝有用意要使用你。好，你要有这个信心，你被打击，你一定第一个找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上帝。啊，上帝一定听你的祷告。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啊，常常读神的话语，啊，有坚强的信心，好，才能够抵挡魔鬼。啊，魔鬼常常用吼叫的嘶吼的声音。啊，在恐吓我们，啊，要用坚定的信心来抵挡他们，啊，做好准备，啊，这个彼得前书3章15节，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好，一定会有人问你问题的。啊，你要预备好，哦，不要到时被问了哈。啊，当然你可以讲说我会去查看看的，好，啊，然后再告诉对方，好，但是心里面差不多知道说怎么去回答，差不多人家在问的问题，好，其实很多都我们很难回答，很困难，好，但是我相信神会给我们智慧，好，第3点。啊，刚才有讲说，今天是圣灵降临节。耶稣升天之后，把那个使万人作属的门徒，我跟大家讲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好，是不是？好。耶稣不会讲那个不可能的任务交给下一代。耶稣有伏笔，好，这是大使命。刚才那个万人做门徒是大使命，耶稣交代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领受从上头来的洗礼。好，我用一段时间来讲这个圣灵的事。我相信，但贵教会一听你们很快就明白了。因为你们都是高级知识的跟这个从业人员。旧约在讲浇灌，约珥书；新约在讲洗礼，圣灵的洗礼。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上冲下来，让你洗礼，接受领受。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等候。”所以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一个楼房2楼。他们那一天那一阵子就是祷告，好，唱诗歌，一定有唱诗歌，圣经没有写而已哈。然后一定有使徒去来勉励，好，等等。圣灵降临的时候，听到风声。再来就是响声，再来就是看见火焰降临在120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我们现在讲说得到圣灵的恩膏，好，差不多圣灵的工作。当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可能完成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今天教会最需要的，除了救恩之外，就是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洗礼降临，充满浇灌。贵教会，你们如果没有依靠圣灵，
各教派没有依靠圣灵，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可以直接讲说，麦克列马纳不可能的。那个教派如果全心的等候、期待、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个旧约那一本书4章6节有讲，方能成事，依靠耶和华的灵。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氛围当中。我相信我们各教会都已经在这个氛围当中。大家知道赞美的重要，祷告的重要。所以以上3点，我们综合一下。耶稣以他一生传福音为目标。第二就是他把这个传福音的任务跟目标交给他的门徒使徒。第三就是门徒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并为主做见证。所以圣灵是要受非常的尊荣的，不能看轻，也不能亵渎。耶稣曾经讲说，亵渎圣灵不得永生。他曾经讲过最严重的一句话。所以圣灵不会责备我，圣灵不会那么恐怖了。他应该就是温柔的，他常常安慰我们。训慰书他会教训我们，他会保护我们。所以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不是信徒而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门徒。所以希望我们也关怀为了育神祷告。因为530间的原住民教会分布在我们台湾各地，他们的任务也是很重大。我们也祝福他们。最后我们来看以下他们4月3日花莲地震他们的校舍一些的损害。4月3日早晨9点58分，东部外海发生规模7.2级地震，地震深度15公里，全台有感，最大震度在花莲6级以上，台北市5级。4月4日早晨仍然还有余震不断，玉山神学院也身处当中。右边那个图画可以看到，至少有下陷50公分以上。这些都是下陷地层下陷的照片，包括马路也有断裂。以上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天顶的主，阮感谢你，互阮通过今仔日的信息，互阮通知影，耶稣来到地面上，就是传扬天国的福音，上帝国的福音，拯救人的福音，祝福人的福音。是在阮地面上的百姓，每一个人上界需要的，就是上帝的拯救，上帝的祝福。愿上帝，愿天顶祝福阮台湾，保护阮台湾，也保守教会所有的圣工，拢得到顺利提升，也祝福伫玉山神学院因的教学、因的发展。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像咱起立来吟信息547首。
主带我甲你同行。阿门。请坐，准备心来奉献，特别为玉山新南医的事工来奉献。上个391首，上个说，咱请李牧师甲咱祝祷。我。
那话耶和华看顾恁，保护恁，搁使恁平安。耶和华的面光照恁，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圣神的同在，甲咱每一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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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正来报告吼，咱伫后礼拜妇女团契有咧做手做的菜包啦吼，啊，若是有想要参加的，麻烦伫今日吼，今天吼要做登记吼，啊，伫后壁补过来来登记吼，后礼拜你来做手做的菜包这样。啊，若切到咱有咧举行生日顶吼，啊，有咱有兄弟你来洗礼，也是见洗礼。啊，若是讲有人的话，请咱伫后礼拜以前会当甲我通知。啊，继续咱来请那个泽博主事来为着咱今日小组的分享来做一个简介。歹势我即时我因为即礼拜拄好讲到迄个彼得前书的部分，有迄个慧华长老有拜托我来做这个介绍吼。彼得前书伊是迄个作者是讲是彼得啦，但是其实因为迄个足侪人研究讲即个彼得是一个渔夫。伊迄个彼得前书的迄个文笔是很优美的吼，所以有可能讲伊是彼得口述，是伊的同工迄个希拉来代笔吼。希拉是迄个本来是保罗的同工，伊是敢若讲是迄当阵彼得伫保罗的时阵已經迄個伫羅馬的時陣，保羅已經互迄個第二擺受掠，所以希拉較迄個變做走來彼得遮，甲伊幫忙吼。彼得前書它是那個寫給那個主要是寫給那個土耳其那個5個省的教會吼。那他的对象，当然他本来里面是写说，是散居在那个各地的犹太人。那其实他应该是说，他也有写给外邦人呐，就是说他是主要是那个接受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跟接受耶稣基督的外邦人其实都是算那个这个散居的居民哈。那然后，写作的时间大概就是在那个，主后62年到64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大概是在尼禄快要开始逼迫基督徒那时候，那个所以这个彼得前书的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说那个逼迫一直在慢慢的越来越严重哦。那所以彼得在这里面，他第一个强调那个彼得前书哈，有第一个强调那个盼望哈。那刚才我们那个李牧师里面也有讲到说，就是要存着盼望啊，有人问你这个缘由，要存温柔的心回答个人。那所以这个盼望在彼得前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当然他也一样是强调那个救恩哦，有分个人跟团体。那个人的部分当然就是借着这个救恩，让你有活泼的盼望。那团体的话，就是说你要
在参加这个信仰的团体哦，就是指教会。那另外，第二个主题也是在讲到面对那个苦难的态度。那苦难的态度，他说，你要为义受逼迫哈。刚才我们那个刚好呼应我们今天的八福的部分。好，那然后你受逼迫的时候，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哈，就是不要去反抗哈，就是因为他可能也是就说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那然后另外就是说，但是你有一个但书啊，说你受苦受逼迫，但是你不要被打倒哦，因为你心中有这个盼望，有这个盼望的缘由。那然后再来就是顺服的部分哦，就是讲到信徒的那个一些生活的部分。那这一部分是跟那个以弗所书有点类似哦，就是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的这个有关信徒的生活。那这边的话，彼得一样哦，也是有提到这部分的那个教导哈。那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有几个有一个很，他有特别提到基督徒啊这个字，基督徒他是在当时是那个算是一个像有的人会把它就是一个新的团体的这个名词哈，就好像现在有人讲慈济哈。就是这一个团体的一个代名词。那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第一次有人用基督徒来称呼我们基督，就是我们这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在那个安提阿教会嘛。那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是在那个保罗向那个亚基帕王在那个陈述他的那个见证的时候，那个亚基帕王也有讲到一次说，你是不是要说服我成为基督徒？好，这是第二次。那彼得前书里面也有一次，也是有讲到基督徒，也是一样。那但是他用这个名词，他是比较就是正面的意思，就是说用这个名词来勉励当时的这些那个信徒。那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以后会念到哈，就是他讲到那个有一个很难解的一个经文哈，说那个圣灵耶稣基督曾借着圣灵那个就是他被钉十字架之后那个死后他那个灵曾经到阴间传福音给那个挪亚时代的人的哦，那个好像会让人家有一个误解啊，哦，就是说那个好像说人死后还有机会可以得救哦，就是说那个有一些异端的部分就会用那个彼得的这个写的这个部分来让那个来说坚持来论述他们那个说人死后还有第二次的得救，哦，那可能以后我们还可以也许也可以再讨论这一部分的那个或者说那个就是长老们也可以那个可以来帮忙我们，或是可以来帮忙做这方面的解释哈。那大概是这样子哈。那因为彼得他会写彼得前书，主要是就说他其实就是说他在后来他的使徒行传在就是那个到该撒利亚之后的那个传道之后没有记载嘛，那但是从那个其他的
一些哥林多前书啊、罗马书，还有那个加拉太书哈，就都有提到彼得的那个有提到彼得啊，那表示说彼得其实他的传道也是有到那个有扩展到土耳其跟欧洲那个部分。对对对，那我们在下礼拜就还会继续再有这部分的探讨。那先大概介绍到此，谢谢。咱确定来做小组的分享吼。上尾咱请圣歌队来做会后的祝歌。祝歌煞的时阵，咱甲大家来请安。这是咱来行平安礼，平安礼行衰了，咱个来做小组的分享。